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历代志下第39天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请维杰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保守，让我们能够再次聚在一起，在线上进行圣经共读。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透过牧师讲解圣经，更加明白你的旨意，并在生活中时时依靠主的话语而行，不偏离主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昨天讲到历代志的最后一个好王是约西亚王的最后一段。约西亚王在位31年，那他才8岁的时候就登基，分别在12岁、20岁、26岁带来南国犹大，甚至在北国已经被灭掉之后，也能够带领北国以色列人有经历属灵的山坡复兴。那特别是在第3波复兴当中来发现律法书，也带领百姓来读经，来与神立约，而同时透过利未人和祭司，那他也预备了过逾越节，而且从连续的13年当中，甚至超越了西西家王的时期。那他因为政治意识形态，那他拦阻埃及出兵去帮助亚述，因为那时候巴比伦开始强盛，亚述开始衰微，所以他踩到上帝的红线去拦阻埃及，以至于战死在沙场。虽然最后有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仍然结束他的生命。约西亚在出生以前呢，上帝就已经预告他要来除灭这个北国的祭坛。同时呢，也因为约西亚他的复兴，让南国犹大，上帝要在马拿西时代要来毁灭耶路撒冷的计划呢，又再得到延迟，得到缓冲的时间。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是36章，那看的是前半段。36章呢，经过了历代志下前面有6段的王的这个主要的大复兴，所罗门、亚撒、约沙法、约阿斯、西西家、约西亚。最后一章呢，讲到被掳和归回。好，那这就会对照到这个先知书，还有对照到历史书。而在36章当中，讲到4个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斤、西底家。那这4个王当中，有3个应该是兄弟，是同一个父亲。然后呢，有一个是侄子，就是约雅斤。约哈斯统治3个月，那他的政治倾向呢是法老王的傀儡。但是呢被废掉，所以呢又改立约雅敬。约雅敬呢也是埃及法老的傀儡，统治11年，但是因为尼布甲尼撒攻入，所以呢就被掳到巴比伦。而从约雅敬都是巴比伦的傀儡，但是呢西底家呢他仍然想要回去跟埃及来合作，所以呢最后让巴比伦再一次第3次来攻打耶路撒冷，也让犹大被灭掉。所以这一段记载虽然只有短短的半章但是如果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可以看到这当中有许多反复的过程，也让人非常的觉得相当的遗憾。那在整个犹大国末期呢，它的事件呢，大概可以从这个表简单的来做一个回顾。就是在约西亚当王开始宗教改革，废除第2波的复兴，然后废除邱坛异邦偶像，在主前628，主前622发现律法书，然后来宣读律法，除偶像，守逾越节。那在主前609，约西亚被埃及法老尼哥2世杀死，而埃及法老呢，也改立了约哈斯，但是又只有3个月当中又改立了约雅敬。主前605年呢，尼布甲尼撒他大规模的对西亚发动战争，然后第一次来围困耶路撒冷，掳走圣地的器皿和人员，那包括但以理还有他的3个朋友在内，是第一次的被掳。主前601年，趁着巴比伦暂时败于埃及呢，约雅敬他图谋背叛，那但是呢背叛没有得到成功。那主前597年呢，背叛巴比伦失败之后呢，尼布甲尼撒又来掳走了约雅斤跟大批的犹太人，
又令最后一个西底家为王。这是耶路撒冷城第2次被掳，在耶利米书的52章，还有历代志今天的经文当中记载。主前589年，这个埃及新的法老亚比里士上任，所以西底家又想要联合埃及来背叛巴比伦，所以这个政治倾向呢反反复复，但是呢一样他并不知道要来寻求上帝，而是来寻求外国的帮助。而主前588到586就是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陷，所以西底家呢被挖他的眼睛，甚至被用链子锁回掳到巴比伦。那巴比伦也在耶路撒冷呢立了他的所立的行政长官被杀，所以剩下犹太渔民呢包括耶利米就逃往埃及，怕这个巴比伦来报复。这是在耶利米书41章的记载。所以从这一段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西亚这个他在位的31年，先传给他的第3个儿子或是第4个儿子是约哈斯，但只有短短的3个月。后来呢被掳去埃及之后呢，就又立了约雅敬。那约雅敬呢也是听埃及的，但是呢后来巴比伦来之后呢，他就被掳走，然后又巴比伦立他的儿子约雅斤，那只有3个月。那约雅斤呢，被掳去之后呢，又立他约雅斤的叔叔，是约西亚的第4个儿子，就是这个西底家最小儿子。但是西底家呢，他也是经历到灭国的时刻，所以这段的历史呢，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混乱。那而且加上这3波的被掳，就是约西亚后面有4个王，2个是听埃及的，2个是听巴比伦，但是真的也不是听埃及，也不是真的听巴比伦，就是在反反复复当中。但是4个王当中呢，3个王就是约雅敬是第1次被掳，主前605年，约雅斤第2次被掳，就是他当王的那3个月当中又第2次被掳597年，然后西底家当王的最后1年586年第3批被掳。所以这是这段历史的记载。那对照耶利米书可以看到，从约西亚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斤、西底家，到后来留在耶路撒冷的省长基大利这段当中耶利米书它的记载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然后来记载关于在那个时期上帝的话或是上帝的信息这是我们从这个礼拜天开始要进入耶利米书可以来做这个的对照，特别就是这南国最后这5个王当中反复的这个历史和过程。好，那我们来请这个维杰先带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历代志下第36章，那请维杰先带我们来读，从第1节来读到第4节，1到4节。好，第1节，犹大人民选了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膏立他做王。约哈斯23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3个月。埃及王尼哥掳了他，并要犹大国进贡银子3400公斤，金子34公斤为赔款。尼哥王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王，把他的名字改为约雅敬。约哈斯被尼哥掳到埃及去。好，那约哈斯这个约西亚的第3个或第4个儿子，这个王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以夺取或是夺走。那这个约哈斯王呢，在耶利米书也有记载，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沙龙Shalom， 就是平安。在耶利米书的22章，那他虽然他的父亲战死在这个沙场上面，那他被埃及法老扶持做王，但是只有埃及法老在战争回来之后呢，又把他废了他，并且呢把他带走，可能他没有听法老的话，所以呢把他带回去埃及，而且还罚款。但这个罚款呢，银子3400公斤就是100他连德，金子34公斤就是1他连德。那这在大卫的时代来讲，这根本就是小数目，但是在这边的记载也知道说这个国家呢，
就是已经非常的跟大卫时代来比真的是连零头都比不上。而埃及法老尼哥二世呢，他又立了约哈斯的哥哥，为什么他哥哥呢？因为这个约哈斯当王的时候只有23岁，可是他哥哥呢约雅敬当王的时候是25岁，在同一年当中2个王，那23、25当然就是约雅敬是哥哥。那我们看一下在列王记下23章对于约哈斯王的记载，那就是约哈斯一样有讲到他的妈妈叫哈木他，是利拿城耶利米的女儿。那但是看来这个时候呢，这个信仰的影响力没有办法影响他的孩子，而他也一样做邪恶的事情被罚款，然后呢就死在埃及所以就立他的儿子以利亚敬。以利亚敬后来又被法老改名字叫做约雅敬约雅敬，所以这个法老他要找比较听话的，所以呢约哈斯他就把他的王位呢就传给了他的这个兄长，传给他的哥哥约雅敬。好，那接着再请维杰带我们来读从第5节读到第8节。约雅敬25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11年。他做了上主他的上帝看为邪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侵犯犹大，俘虏了约雅敬，把他用锁链锁住，带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也把圣殿里的一部分宝物带到巴比伦他的王宫。约雅敬所有的事迹，包括他所做可憎的事和所犯的罪，都记载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史上。他的儿子约雅斤继承他做王。那这个哥哥呢，在1年当中换了2个王，弟弟被掳去埃及，所以这个哥哥呢，就要听话。那这听话呢，也带来耶路撒冷有11年的安定但是呢，他仍然不知道要敬畏神、敬拜上主并没有效法他的父亲约西亚王这样子的忠心。即便呢，他已经25岁了，那也参加逾越节参加了10多次了，但是呢，他却没有学习。以至于呢，这个巴比伦兴起之后，尼布甲尼撒之前他就来过，但是那时候他是王储的身份，而现在他已经登基为王，他的父亲死了，所以他开创了新巴比伦王朝。那他就继续来侵犯，并且呢，这是他第一次来侵犯并且俘虏了约雅敬所以侵犯犹大就是他攻破了耶路撒冷的这个天然屏障还有城门，然后呢把约雅敬当王的时候呢，就把他用锁链链住带去巴比伦，甚至把宝物也带去。好，那我们来看他的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3章讲到约雅敬，也有讲到他的母亲叫西布大，是鲁马城比大雅的女儿，但是他也做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且呢，在列王记讲到，上主不仅是巴比伦，连叙利亚、摩押、亚门，这有4个国家的军队都来攻打约雅敬，几乎要来消灭犹大因为这是犹大国呢，从王、祭司、贵人、官长、百姓，都能做上主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列王记也再次提到，上主为什么要倾覆耶路撒冷，都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那所以呢，这里还讲到上主不肯赦免马拿西，那他死了之后呢，由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斤做王。那埃及王呢，这里有讲到一段历史记载，就是巴比伦越来越强盛，埃及越来越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埃及王和他的军队就不再出兵到埃及境外，就是守住他们的尼罗河那个区域，因为巴比伦王现在控制所有从前属于埃及的土地，一直从幼发拉底河直到埃及北部的边境所以几乎这个巴比伦的帝国呢，已经非常的强盛强大，就是最远占领到埃及的地区。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是约西亚的第2个算是
哈斯的哥哥约雅敬。再来看约西亚后的第3个王约雅斤。那再请维杰带我们来读9节和10节。第9节，约雅斤18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3个月零10天。他也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第2年春天，尼布甲尼撒王把约雅斤和圣殿里的宝物掳到巴比伦去，然后立约雅斤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王。好，谢谢。好，那约雅敬是他在位的第4年，尼布甲尼撒就打来啊。好，即便打来呢，但是呢，他还是有保持这个王位11年，做王11年。但他的儿子约雅斤呢，就只有3个月又10天，加起来就是100天。好，那这100天当中发生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看列王记下的24章，24章有比较详尽的记载。关于这个约雅斤，也有讲到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城以利拿单的女儿，都是应该是有信仰的女儿，但是呢，他仿效的对象呢，都不是他的祖父约西亚，仿效的是他的父亲这个约雅敬。然后呢，在位期间，尼布甲尼撒第2次来攻打耶路撒冷，又围困他。在攻城期间，尼布甲尼撒亲自来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也是列王记提到，他远从巴比伦出征前面是他的将军来，而约雅斤他的母亲、儿子、将领、王公、臣仆都投降。那尼布甲尼撒他在新巴比伦在位的第8年就俘虏了约雅斤，并且呢，把圣殿里所有的财宝都搬到巴比伦去。那刚才我们对不起，在列王记下这讲到约雅斤18岁。可是刚才在读这个历代志下，这里也翻成18岁，和合本还是留着8岁了，和合本是留8岁，所以8岁的解释呢，就是可能是他登基的时候8岁，可是他的爸爸约雅斤被掳走了，是他8岁的时候，那可能在他18岁的时候，他才正式做王。那这里呢，列王记回到列王记那尼布甲尼撒呢，把这些都掳去巴比伦。所以是第2批的被掳，可能先知西番雅就是在这一批当中被掳的。那也把所罗门王以西结讲错不是西番，以西结在这一批当中被掳。如上主所预言，把这些的圣殿里面制造的金器都捣毁，而且呢，尼布甲尼撒又俘虏了耶路撒冷人民和高官战士1万人，又把所有工匠、铁匠掳走，只留下最穷苦的人。尼布甲尼撒把约雅斤带去巴比伦，他的妈妈前面讲他的名字还有妻妾臣仆犹大一切的领袖都带去，把重要人物都带去，也有7000人，还有1000工匠铁匠，都是善勇的战士。而尼布甲尼撒呢，就回来立约雅斤的叔父，就是约西亚的最后一个或是最小的儿子马探雅，这里叫做马探雅。那就是西底家做犹大王。后来呢，尼布甲尼撒还给他改名字，叫做西底家。这马探雅的意思呢，就是西底家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那关于尼布甲尼撒的故事，我们就不在这边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跟上帝之间也是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上帝会对尼布甲尼撒来说话。好，那我们再看西底家王，再请维杰带我们来读11节到12节。西底家21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11年。他做了上主他的上帝看为邪恶的事，没有谦卑听从耶利米先知所传达上主的话。那在这里呢讲的很简单，那后面呢等一下有一段的记载。那我们先看西底家的背景，他已经21岁了，他的2个哥哥当过王，而且呢不同的母亲，然后他的哥哥的侄子也当的儿子，就他的侄子也当了王，而且他看到前面怎么样子来听埃及也没有好下场，听巴比伦也没有好下场，所以西底家呢就陷入在一个障碍当中。那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听，即便那时候先知耶利米已经跟西底家王见面很多次，
但是他没有谦卑听从先知耶利米。那我们看列王记下关于西底家的记载，有讲到他的母亲是利拿城的耶利米的女儿，那他也做上主看为邪恶事情，跟他的侄子前面跟他的哥哥约雅敬一样，所以把他们逐出去。那在耶利米书呢，也有提到上主对这些耶路撒冷犹大人民发怒，因为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因为西底家在当王的11年当中呢，心就是摇摆不定，又想要去找埃及来帮忙，所以尼布甲尼撒呢就率领全军来攻打耶路撒冷，是他在位第9年的10月10号，而且呢还围困，从第9年、第10年一直围困到西底家在位的第11年啊。为什么被围困1年多还是饿不死、渴不死？那跟西西家王曾经被围困的经验有关哦。但是呢，被围困到第11年的4月9日，城里的饥荒已经非常严重，人民没有粮食了，城墙也被攻破。虽然巴比伦军队还包围着城，全部的守军都在当夜就逃出去了，连他的军人都逃跑了。他们就从西底家就从靠近王宫花园那条路穿过2道城墙中间的门，朝约旦谷方向。但是呢，被巴比伦军队追赶，甚至到了耶利哥跑得很远的平原追到他，还是在半夜当中。然后呢，他们就抓到了西底家，把他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那里。那时候尼布甲尼撒呢是在北边的利比拉，他就在那里审判西底家。在利比拉呢，就当着西底家眼前，巴比伦杀了西底家所有的儿子，也杀了犹大所有的首领。接着巴比伦把西底家2只眼睛挖出来，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关在监狱里，直到他去世的日子。我们看起来觉得西底家很可怜，但是如果我们读了耶利米书，会觉得西底家他是罪有应得，上帝怎么样对他说，他却没有听进去啊。好，那我们最后这一段，请维杰带我们来读，我们从13节读到16节。尼布甲尼撒王曾经强迫西底家奉上帝的名发誓忠心于他，但西底家背叛了他。西底家顽固不肯悔改，不转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除此以外，犹大的领袖们、祭司和人民仿效他们周围的民族去拜偶像，犯了大罪，污秽了上主分别为圣的圣殿。上主他们的祖先的上帝不断地派遣先知警告他的子民，因为他仍珍惜他的子民和圣殿，他们却讥笑上帝的使者，不理上帝的话，嘲笑他的先知。到最后，上主对他的子民大发烈怒，以致他们无法逃脱。好，谢谢。那在最后这个对于这一段话呢，一直到明天我们要读的其实就是在整个南国的总结。那其实也是历代志，对，从历代志上到历代志下，从大卫开始，然后接着所罗门，一直到南北2国，特别是以南国为主轴。那可见上帝对整个大卫后裔的期待是非常的失望。那即便在失望当中呢，但是上帝差派他的仆人先知来警告，也听不进去。那但是上帝已经预备了救恩，所以我们读到耶利米书，读到中间31章的时候，会讲到那个时候说上帝要与百姓另立新约。这个新约，这个约呢不是刻在石板上，是刻在新板上但是这个约是在哪个王的年代呢？就是在西底家王，这个西底家的年代即便西底家非常的顽固不肯悔改，但是上帝并没有弃绝所有的百姓，而且上帝要用真正有效的方法，让这一群的子民不再去拜偶像，不再受到偶像的控制。所以从今天36章的前半段看了4个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斤、西底家3个兄弟，还有1个侄子，他们呢为什么都不能忠于上主？简单来说，他们都是继续的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且从上到下，从君王到祭司到利未人，都没有人来寻求上帝的话，以至于甚至他们是忙着在国际、在政治、在外交的手段上面呢，忙忙碌碌，却没有好好的来
15节说，珍惜上帝的圣殿，珍惜像约西亚王，或是西西家王，或是像亚撒王，或是像约沙法王，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虔诚的敬拜。所以在历代志快要结束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借鉴，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所做的各样的事情终究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抓紧跟上帝的关系，即便我们人生或长或短，或是高山或低谷，但是我们上帝都能够让这一切成为美好的祝福啊！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明天是我们最后一天，那我们明天再继续分享。好，谢谢维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一口气来认识了南国最后的4个君王，也看见这4个君王都没有来继承约西亚对上帝的信心还有忠心，反而是陷入在各样子的困境当中，在最危难、国家最危险的时刻，他们没有寻求神，反而寻求外人的外力的帮助，以至于错失跟上帝恢复跟上帝的关系，而上帝也任凭他们的心硬，因为上帝你已经预告要来惩罚，要来惩灭南国犹大这个国家。主啊，求你再次让我们知道能够谦卑悔改警醒自守，并且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有一个清洁的心，让你的话语再次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昼夜来三思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有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好，多谢老师，拜拜。谢谢牧师，晚安。平安，拜拜。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世界不再吸引我，主爱胜过全所有，一生